中国国台办最近是一直咧批评咱台湾练兵准备要来独立。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是强调讲，其实一直咧起无空的就是中国。咱台湾是咧加强咱自我防卫的能力。也毋过，伊嘛宣布讲，即个国军明年开始会来推动近战激斗，也就是伫咧近短距离以来，甲对方来相拼。但是他每天在挑衅，然后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是中国。面对中国国台办批评罗总统练兵备独，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击，强调一直呛声是中国，台湾是守势作战，继续加强自我防卫能力。不过，有美国华府智库报告指出，美方欠对台军售已经付205亿美金。郭立雄表示，甲美国相关军事交流有共识，用无对称建军的概念为目标。要看的应该是说，我们相关的这些不对称战力的建构、后备战力的这个形成，用多元的手段来强化我们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。对台美是不是可能合作生产军备？郭立雄讲，伊拉美国商务部会率团访问台湾，有机会就无人机部分讨论生产能力甲技术，家己乐观期待。不过郭立雄澄清了，宣布国军明年要废除刺青术，全面推动近战激斗，也引起部分质疑的声音。战场的环境瞬息万变，手上有任何的东西，包括枪械，然后如何进行一个有效的格斗，具有实用性的一种的战技的一种训练。很多其他的国家，包括美国在内，北约国家很多都是很强调近战格斗。随着海上舰艇的部分，我们越来越精壮，但是呢，在勤监侦跟空中的部分，我们确实是下个阶段要努力的目标。所以勤监侦系统加上无人机系统，将会是非常庞大的一笔预算。立法院政治有上会期，针对一直传出中国偷渡客事件，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，希望增加海防预算，建立无人机甲情监侦的系统，来增加海防韧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